世界无奇不有，社会包罗万象。彩色人生有真理，有平安，有自由，有喜乐，有愿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哈，我是你好朋友喜讯。今日喜讯呢，伫彩色人生这单元底呢，特别邀请到张俊佳副教授，要来咱节目中间来做来分享到咱台湾的这一寡民间的信仰，甲咱互相来探讨、来参考，来做一个分享。张俊佳副教授你好。喜讯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真欢喜会使来甲大家来探讨这个民间信仰的一个问题。是吼，咱知讲张副教授伫教务处学点面讲遐足无用的，今日会当伫百忙当中来接受喜讯的采访，来咱厝边隔壁大家好，这个彩色人生的这单元内底呢，来做伙分享啊，这是真难得的机会。伊除了讲伫这个学期当中，来真努力准备一寡教学的这个教具啦，各方面的教学问题。伊若是寒暑假呢，拢常常拢参与着教会真侪只的相关教会工课，有当时去到外国各所在去做一寡宣导工作啦，协助各地教会圣工。我请问张副教授，你本来敢就是伫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？我是对细汉出世的时阵，就受洗就伫基督教家庭大汉。咱一般会感觉讲吼，伫基督教家庭内底啦，会感觉讲拢袂想去想着一寡在民间信仰，还是想着这庙啊、庙宇啦吼，各种这民间的崇拜。就讲你读史地系，这历史甲地理这方面的科系来讲吼，拢会牵涉着一寡有关人文地理，有关咱一般的这个各所在的这个信仰情况，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。你真係想要去探讨这个问题？因为对细汉伫教会大汉，实在讲接触民间信仰甲庙宇，实在讲足少啦。阮爸爸妈妈可能因为阮细汉惊讲阮缀咧去拜，还是安怎，就无啥爱阮去接触。所以就对细汉时拢毋捌接触过。是我开始读大学的时阵，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讲教会有一个叫做大专生的学生联谊。是啊。伫迄届有一个课程，就是讲咱要安怎甲一寡甲咱无共信仰的人、无共宗教的人，来探讨这个信仰的问题。是。迄时阵，人就叫我讲，无你去看一寡民间信仰的册，来做反方，互人来问所以就是安尼开始接触。但是迄时阵并毋是研究啦，就是讲就接触，就感觉看趣味安尼呢。所以互你有这个机会讲，是讲要更较深入去了解啦。因为咱对宗教上来讲，咱袂当讲无了解去甲伊评论，还是讲无了解惊知影，去甲伊误解，还是伫各方面顶面无讲解清楚，会对一寡信仰会产生一寡无好的观念。总是有当时若是当了解的时阵，知影讲伊的缘由安那，伊的情形是安那，好诶，咱会当跟对；若无好，咱一定爱一寡解释，较袂讲安尼糊里糊涂过咱一生啦。因为咱感觉讲真侪宗教信仰拢是社团诶，较早就安那拜啦较早安那信，安那流传诶。其实咱讲伫一般民间信仰来讲，咱大家拢做无用诶嘛。对啊，大家拢各行各业，目睭金就开门七件事，大家拢做无用拍拼去趁钱较有时间讲去了解伊诶原来到底是安那。毋好加早讲即马因为即个时代知识上各方面的进步，所以有真侪对历史地理一寡本源根源这方面有咧研究的人，知呢？人讲追本溯源，当去了解迄个原来到底这是安那。咱现主是伫咱咧崇拜当中，还是讲伫咱咧参与即个活动顶面，有一寡思考伫。一般咱是装较大汉的嘛，咱有伫装了，我伫好尾大汉的，伫好尾大汉。好尾来讲，嘛是拢一般
民间信仰吼非常敬虔的所在吼。其实咱讲起来，咱庄脚这乡亲时代，大家心拢足好诶，拢对咱的这个祖先真好敬啊，啊对咱的一般民间的大家互相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络啦，感觉讲做热络。虽然讲逐工咧见面啦吼，但是若搁增加一寡这民间信仰，因为感觉讲伊啊，大家借着这机会当联合起来啊吼。啊，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啊，以前嘛是拢伫庄脚大汉的，我嘛算嘉义人，这个好会，一个婚姻观，一个嘉义观的。啊，伫这两关当中，讲起来嘛是对这民间信仰足执着的。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定来去阮阿公阿嬷遐。啊，去阿公阿嬷遐，因为较早拢还未信耶稣，我会感觉讲，哦，因咧入去迄公厅吼，琳琅满目，啥物物件拢有啊。啊，是讲伫这方面，咱副教授，你有啥物看法甲研究无？公厅这个问题，我对尾啊伫做硕士论文的时阵，有小可去接触过，倒来做博士论文，因为我是做夜市啊，因为夜市啊，对咱较早吼。拢会甲庙宇会做伙，吼，拢做这伫庙埕头前啊，定有组织啊一寡夜市啊，是讲啊，到咱庄脚有啥物庙会时阵，吼，啊，都拢有真济，所以这甲咱庄头都有关系。了后，算做讲我去法国读册了，转来，啊，再就开始伫民间信仰认为讲啊，这应该是台湾真重要一个文化。是。啊，我就开始去走庄头。啊，走庄头的时阵，咱伫庄头内面拢有真济庙，啊，有时阵就会去看到一寡讲，啊，庙以外拢要有一寡古厝，较古的厝，内面就点两拍火，还是几拍咱火吼伫遐。啊，我就去看卖咧，这到底是伫拜啥物？但是入去了后，咱就会看出讲，真济拢是甲咱的公妈牌啊，伫这个所在，所以我就去了解讲，有当时一个庄头安尼足济这种公厅，所以对遐了后，我则认为讲，这公厅应该是咱一个伫庄头内面、民间内面一个足重要。一个崇拜的家神，应该算做讲咱厝内面的神，所以就变做讲咱这个家族啊，还是咱派下有咱的神伫这内面，所以咱就来供奉咱这个来崇拜，求伊买单，来保庇。是这个原因吗？是这个原因，但是这个公厅对于我尾安尼较了解了后，你做这个族群吼，因做讲咱啥物生人安怎来到台湾，因安怎来伫台湾，一开始咱这个祖先安怎来开拓。我去庄头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出讲有的公厅甲即马拢用较足，要得足水。但是有的公厅都已经拢稀离去啊啦吼，安尼吼，拢以家己为主啊，对。变做公厅讲的代志，有时阵就咱无啥人咧管。虽然咱的公妈牌啊要得菜啊，但是也无人整理统计，就是讲逐工有人都去插一个香拜一个，安尼呢。来感觉讲，这个社会来变做安尼啦。因为我认为讲，公厅这件代志，对咱台湾文化，是讲对咱生活伫台湾的这个人来讲，这是有真好的意义伫内面。就是讲，咱就对大陆祖先来，大部分以我目前伫庄头内面都是我研究，应该算做访问，去了解，这公厅足济拢是拜甲咱来台湾的第一个开基祖，我拢会来问讲阿伯啊，恁啥哪拢要来拜这个开基祖？讲这开基祖来这真辛苦，爱带甲咱来台湾，咱应该爱来尊重，爱来祭拜。我想这种精神是在讲咱对咱的祖先，对咱的长辈，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尊重的表现。敢若像有一种安尼认祖归宗。对，一般咱来讲，伫台湾的沿海所在吼，大概拢是对来。沿海叫你做研究，近地咱是对泉州啦，泉州较边缘的所在是漳州啦，漳州，差这两个所在。咱若较外山吼，差不多拢一寡客人较多。带一方面移民较济，较紧。较早台湾，即马来看是应该是泉州人较早来啦，后来才客家才过来，人再咱客家过来，安尼差不多安尼啦。
因为迄时阵清朝，咱客人的这个族群是清朝一开始的时阵惊作乱，所以有限制一寡客人的一寡条例，可以袂当来台湾。安尼啊，嘿，所以了后再因为咱客家族群帮忙迄时阵清朝政府去平一寡乱啦，因为打过的时阵，对，咱有一寡迄个作乱的代志，了后才感觉讲安尼开放了后，才讲安尼客家族群会使较大量、较光明正大的来到台湾。所以安尼，咱大概就是真正对漳州甲泉州遐过来，对，差不多几百年。安尼来看，咱差不多有400年。像这移民过来，不管400年、300年、200年、100年，安尼移民过来遮，因就拢算做讲从泉州啦、漳州啦，因迄边遐的信仰都大块安尼因为早期会过台湾的拢为着要讨生活，算做咱汉人我是感觉讲有一方面会真秀。就是讲，我先家己一个来拍拼看嘛。所以咱早期的祖先来嘛是安尼，我家己一个先来拍拼看嘛。我去一个拢总毋捌的所在，我先来看嘛。是。所以家庭会当放咧厝里，家己来拍拼。了后感觉都拍拼袂歹，也是只有发展，也是讲我来拍拼小可有一个基础，我才转来带某囝啦。所以伫这个过程中，咱就会当讲去了解讲，咱早期的这祖先，既然是安尼，大家来拢真艰苦，是。真艰苦，大家拢足简单的行李就过来。所以迄时阵实在讲，你讲伊要去将伊的信仰带入来，嘛困难，因为无可能咱就要请一对神，是。这嘛较困难，因为咱请神嘛是爱有一寡花费啦。毋是讲咱要去庙里请神的，请神。对。大家听众朋友伫庄头内面过生活可能会了解这。所以请神嘛要花费就较困难。同齐咱就讲无我就求阮这个所在的神会当互我平安。是。所以去求一个平安符咧。过一个火咧。了挂咧。来台湾。是。所以大部分一开始拢差不多安尼。因为某囝拢伫遐，所以有一个基础了，有时阵要等去带某囝来，才会去甲这神带来。神所伫这带神的中间，有诶就是搭公妈，也想讲我著大房啊，也是讲阮这房都我著大囝，这公妈我走了后无人好服侍，当然我著爱搭公妈牌先煞炸，所以真济是。伊会搭公妈牌炸咧，比神炸咧都较重，所以我会感觉讲，这嘛是咱真重要一个咱对祖先的一个怀念。所以咱的公听才会讲，我到这个派下的，我即马地过了后，咱这个派下大家互相帮忙，拢以这个公听大家来结合咱的力量。种伫即个300-400年的移民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咱对漳州啦、泉州安尼过来，漳州、泉州遐，因为什么还佫有崇拜信仰？比如讲，这个宫廷的崇拜信仰，你敢有佫甲研究较源头啊？我是感觉讲，这咱福建这边的，咱有真济，因为咱伫中国大陆的时阵，咱嘛是讲本来就住咧遐，有真济咱嘛是拢。慢慢迁，再迁到对南边来。是安尼啊，所以咱迁到对南边来的时阵，咱就会去感觉讲，咱要安怎知影咱的祖先到底对？既然我要知影我的祖先对来，我就爱搭记录清楚。所以咱有公妈牌的人，有真济伊本身拢会都有一本家谱。所以这放咧咱的迄个宫廷内面，也是讲咱都较大咱的迄个宗祠，像圣诞啦、圣灵家啦、牛家，变做互咱有一个源头好去对啦。无时阵，毋知了就拢无去对啊。这就较困难。
所以这古早人拢对这足有观念。嘿，做观念就是讲，要了解讲我到底对来啊。嘿，我袂使忘本，我袂使忘做。所以住伫这福建闽南这边的所在吼，其实像恁咧读这书地时阵吼，你敢了解讲啊？伊个对着前来，就对西部大陆的西部汉人真济姓吼，无共姓的人，方向无共款。啊，但是一般来讲，以目前所了解，真济是拢对中原吼北边，慢慢啊向南边迁咯。真济是方向差拢。啊，伊迁到南边的时阵了后，像讲来台湾这种拢已经出海去啊。啊是讲有的，就拢转迁去东南亚。所以咧，你看咱即个台湾嘛，足济华人诶，对，拢安尼。啊，伊嘛是有讲嘛听，伊嘛拢有，包括你香港嘛是共款，拢差不多拢安尼，拢会安尼。是。因为想讲啊，我迁到一个所在，啊，我对来某某。照咱教授伫咧研究的当中，你感觉讲因所提即个公马牌啦，还是讲伊的迄个对祖先的这种技术啦，大概是几代？你看上久的才有几代？上久的我看到即马是看到20几代啦。20几代加起来才有啊，20几代，阮即马伫做估价吼，就是讲咱要无去看家谱，进前咱讲看公马20几，咱操一代使升30年啦。啊，一代升30年，20几代就变600几年。啊，对这个600几年，但是这是统计，因都对迄边，因我都对俗的，因就甲遐啊，就一直在写。但是目前我所看的砖头内面的公厅吼，真济是无遐尼济代，无遐济代吼，真济吼是拢对台湾的开基组的。对遐开始上。啊，所以来台开基组咱会当看真济拢10几代，啊有诶都无到10代咧。所以住伫台湾这子孙吼，有当时差大概怎讲对人安尼。啊，倒一个真重要就是讲，咱袂忘本的一个情形，就是人过身了后，咱拢会去刻一个墓，刻一个墓牌时，咱注意来看，拢会去刻咱的来源地。原来是啊，像讲啊，广东潮州饶平人，伊会去刻一个饶平，伊会去认为讲啊，这都阮的祖先，阮都对饶平嘛。虽然伫台湾离世，但是伊嘛是安尼去刻，啊，因为迄墓牌袂使黑白刻，安尼吼。但是即马年轻的一代，敢若有当时已经拢无安尼。即马看无啥有啊，有诶，已经袂记哩啊，袂记哩啊。啊嘛无迄个观念，讲要甲下啥物啊，因为即个古早的祖先来说。啊，因为这吼，我是感觉讲对咱公听这件代志，甲台湾的社会改变，甲咱即马少年人的一寡观念，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改变啊。就是讲，咱较古早过来，大家拢做神，既然做神吼，啊，咱嘛希望咱的祖先甲咱结亲，希望祖先结亲的时阵嘛会使甲咱保庇。啊，所以这个社会内面是一个农业社会，咱就拢甲祖先安尼公听，啊，大家就为了公听附近来住。但是了后，咱会当看到台湾的社会变化足大，尤其日本时代的时阵，伊就引进一寡轻工业入来，台湾的社会就开始改变。啊，甲国民政府来的时阵，愈来改变愈大。啊，咱怎对一个农业社会慢慢啊，怎变做这工商业的社会？是安尼来。啊，变工商业社会实在讲，咱要都对公听偌有观念，迄个时间偌有迄个观念，倒来讲啊，我要来维护这种物件，实在讲，心意来不足。大家吼，离家背景去大都市拍拼，了后我就爱倒来处理公听，你会感觉讲，尾啊拢讲啊无交代要伫庄卡的人，啊你就处理一个安尼好啦，啊阮都无法度，啊所以倒来生后一代。可能伊都捌看过公听咧啊，阮是对一种的安怎，可能伊都完全毋知。有当时失去联络。所以尾啊，就拢全无去。啊，愈来即摆少年的根本都无啥知影即件代志。
咱拄仔听着咱丁教授咧讲吼，讲安尼甲听甲看起来，啊嘛感觉讲虽然有诶人较早来，有诶较晚来，吼，啊甚至有诶装束诶听者，但无当讲是对迄个开台开始，敢袂出讲伊诶祖先对遐开始安尼，啊进前安那都拢毋知影。伫即个问题顶面，像你咧安尼了解即个史地，了解即个人类历史啦，各方面诶一寡即个各种诶即个种族啦，你有啥物看法甲见解去了解正港诶源头安那处理较拄啊好？我是安尼，个人有一寡看法。公妈即个问题吼，咱伫台湾人实在讲足重要。咱人，咱要去追源头，咱认为讲咱袂使忘。既然袂使忘本，应该有一个同源头的人来一个来源啊。是。啊，咱若去拜着迄个来源，下骹就总来拜着啊。都毋免讲，咱对下骹要来杀起哩。啊，你对下骹杀起哩，拢有一个限制，咱杀甲杀袂起啊。啊，咱若去对顶面活落来，啊，就简单啊。咱拢讲啊，祖先讲啥，咱逐个爱听。啊，咱若去从知影第一，伊讲的当然大家都爱听。所以对我的了解吼，对神创造人的时阵，咱有一个第一代叫做亚当甲夏娃。啊，咱若对这个了解，神来创造人，所以咱人啊对神来，啊，咱来拜这个神的话，安尼咱就足了解讲，啊，我拜这个神了后，对顶面就来，拢嘛拜着，拢嘛真知影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限制性。伫咱民间信仰，我咱精神好，但是咱无真正拜着咱神啊。咱虽然来讲啊，这阮厝内面的神，啊，你既然讲厝内面的神，就是嘛有伊的限制啊，啊，毋敢保庇咱兜尔。是啊，啊，伊保庇因兜，啊，毋着变做讲，逐个厝内面的神拢爱倒去拼看啥功力较大。啊，反倒等下真都失去意义啊。呀，啊，有时阵是我即时阵人在生的时阵去拍拼的代志啊，人去拍拼。所以咱应该是去对甲同迄个源头，啊，我认为就是即位是。所以咱汉人讲一句话真好，讲食水果拜树头啦，吼，饮水思源嘛，吼。伊即个想法其实也是咧甲咱讲到讲，咱爱去追溯迄个源头。对，吼，毋是讲去追迄3、4代、5代、20代、30代，其实你追袂完啊。追袂完。吼，最要紧你咧追咱人类源头伫倒位。照教授你研究啥呢？照我的研究来讲，咱人吼的源头吼，对圣经来看，伊是伫迄个神创造人了后，才开始生团。伫即个所有的来生团，伫即个生团的过程中间，咱嘛会使看出讲，人就对遮开始生团，甲目前全世界超过60亿个人口。当然，咱会讲，对即个源头来，即摆目前即60亿个人口，有的人皮肤啥物色，啊，有的人安怎？但是咱主要咱咧讲的，拢咧讲惠美嘛，尤其咱汉，我讲惠美啊。啊，咱既然讲惠美，你看，不管你啥物色的人，咱惠美拢总共款。安怎讲？因为你只要乌成的惠。互相有人嘛，伊啊，一趟用，伊互你，对，啥物问题？这种惠美问题，对，是咱外口看到皮肤的问题，啊，咱生做安怎的问题？啊，所以对这个惠美来看，咱就真了解讲，咱人毋是进化论内面你讲的高山变的，今年9年啊，安尼咱会惊讲啥物？尤其咱最近无咧讲啊，逐个社会拢无要去关会，啊，拢欠会。来去咱饲一寡狗来倒啊，安尼就会使来惠美爱通的话，啊，咱就会知影讲，毋是安尼吼。所以咱惠美会通，就是对于从早大家拢总共款。啊，因为环境无共款，气候无共款，互咱外表有一寡无共款的情形。这嘛有真侪人研究啦，讲咱人是安怎变乌，人是安怎变白片啊，是安怎变尖，这有真侪人去研究讲，这因为是环境造成。啊，但是不管安怎，咱惠美不管环境安怎变，拢总变。啊，咱应该就是讲，把这个惠美对甲同顶。算讲嘛，有当适当吼，伫迄个环境当中当生存的。最要紧是这个血脉，哦，血脉。像圣经内面讲，神对一本做出万造人，一本的下面的原文的意思讲血脉，讲一个血脉，这就是安尼啦。这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咱今仔日欠会，你去甲美国破病，还是你失血伤济，白种人嘛，是会使关会互人啊。是啊，当袂去叫一个高山来关。啊是讲啊，我一定爱咱黄种人才会使关会，安尼嘛麻烦啊。啊，所以这就是当证明一点，就是讲，这个地球顶面不管什么种人，咱的血脉拢总共款吼。
啊，咱既然慧美拢总共款，咱就有法度去追求这个慧美的一个来源嘛。对对对，甚至这个器官的移植，也是同款的类型的，伊这个器官就当用啊。所以有当时嘛对外国坐飞机移植来到台湾啊，台湾器官移植到美国去，嘛是拢有这个情形。所以这是一个足奇妙的代志，啊，也是神的智慧啊。嘿，我是感觉安尼会当互咱了解讲，咱这个源头，这个本。一定拢总共款，既然拢总共款，我拜着这个共款，我就会当了解讲啊，安尼我拜着咱的祖先，拜着神创造了咱，所以咱有时阵呢，你感觉讲啊，信耶稣的外国人教吼，啊，独啊教，会去感觉呢，甲咱吼，哈啦，啊，我是感觉讲安尼就无啥对，大家会面拢总共款的时阵，只是皮肤无共款。共兄弟啊，共兄弟啊，啊，拢总共款的时阵，毋是阿独啊教，也是讲阿独啊的神，是咱所有大家共会面的，所以耶稣毋是讲要救遐白人，对，伊是要甲咱大家拢总共款，伊是迄个神，就是伊创造了咱，互咱共有一个会面。我是较感觉讲，咱应该是安尼来思考，较主咱来当对宗属的崇拜的心，吼。迄种好心，迄种爱心，迄种好心，迄种追本溯源、慎终追远迄种的心嘛，真正去从从源头看，安尼这个心，我常想讲心就足疼啦。嘿，足疼，尤其咱迄个心，你看咱啥哪会遐尼坚持，就是咱爱集中对外。对。啊，咱这个心做好的时候，我认为讲，咱将这个心扩大吼，啊，去拜着咱同源头的，都保持咱这个心，啊，这神一定看嘛吼啊，这个人有这个价值，是，啊，伊有法度来了解，我感觉安尼真好啊。所以来当拜着这源头较重要，较赢讲安尼吼，去顾己身啊，讲要来安那轮回。对啊，他有啥物轮回？就各种机类啊，变啊轮回。对啊，啊你轮回了，你就麻烦啦。你共款一个会面啊，只要你甲迄源头敬拜好掉，你毋是讲靠你家己要搁安那转世，要搁安那轮回，啊去顾己身，你互家己立地正菩萨正佛安尼，这样人生观就完全拢走正去啊。对。所以咱对宗属这个崇拜吼，顶面真正是会当互咱有一个深深的一个思考。拜咱的祖先，拜甲同源头，我感觉是较对。是啊，像圣经内面讲，神是众人的爸啊，你带一代嘛是拢爱称咱天父做咱的爸啊。虽然咱有咱的爸，咱的爸嘛有阿公是的爸，吼，咱阿公啊阿祖是的爸，对吧？虽然有个人的爸，但是天顶的神却是咱众人的爸。为神对我甲即马安尼。我拢一直认为讲伊拢存在，啊，而且一直真替咱照顾啦。无论去到什么所在吼，我像讲我呢，对细汉伫后尾大汉，啊了后高中去台北读册，了后去台南教册，了后去法国读册，啊去非洲工作。你都行较地，这个神都拢总伫遐，袂像讲啊，你行去地麻烦咯，啊，咱的神爱来炸掉。都爱看会着才拜，看会着才拜会着，啊，咱来炸掉。但是像我安尼走的时阵，我就讲，哎呀，我行到什么所在，神拢伫遐，咱也免去烦恼哇，这毋知有啊无咧。对。啊，毋免达神安尼炸甲对咱四处流浪，所以这个神，咱才会感觉讲，哦，行去什么所在拢有，当然是较好啊，较方便啊。所以这圣经内面其实伫各所在拢完有这种拜神的这种观念。你像迄个约翰福音内面就记载讲一个。撒玛利亚人，伊就甲耶稣做伙谈道的，啊，后来耶稣真正互伊知影讲，伊是真正是弥赛亚爱时阵，伊嘛咧甲主耶稣讲啊，讲恁讲犹太人拜神伫耶路撒冷，啊，阮的祖先讲拜神伫迄基利山顶，对，啊，到底我是爱去耶路撒冷山，还是讲爱去耶路撒冷？但是主耶稣甲伊讲一句话，迄句话是上重要的。伊讲吼，即马咧拜神吼。因为神是一位灵嘛，灵是无所不在的，所以拜伊是用心灵甲诚实拜伊，所以毋是讲去啥物所在一个定位，还是讲伫一个啥物种的庙宇，还是一个啥物种的道位、啥物道上安尼吼，这样就将神看甲伤过简单去啊。啊嘛，咱转大汉这伫遐，啊，所以其实拜神足简单，对。你怎么这位天父嘛足简单嘞？哦，也免讲安尼足歹思考的啊。哦，这本圣经就上好明白的所在。
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真欢喜伫这个当中听到张俊嘉副教授呢，伫节目当中甲咱讨论有关公听拜公妈这种代志，甲咱做一寡思考甲分享即马要邀请咱亲爱听众朋友呢，甲喜信做来向天顶真心来祈祷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阮的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日赏赐阮一个真美好机会，甲张俊嘉教授伫节目当中来谈论关于民间信仰拜公妈的情事。主爱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对圣经互阮知影，人类第一个人就是亚当，你做了伊，你也互伊身体，又赐互伊生命，你也赐互伊有你美好的形象。不管是外表，不管是品德的，你又搁祝福着伊，会当成做人，互伊生活伫这地面上。所以今日阮人类呢，拢是亚当的子孙，亚当的后代。阮应当爱来明白明了，你就是阮的始祖，你就是真正的创造者。阮应当爱来学到你，来归向你，来敬拜你。阮应该爱坐坐来灵修，互阮真正亲像你，互你的形象会当伫阮的身上来彰显出来。求主你开启阮亲爱听众朋友的心，互阮众听众朋友呢，也存了一个感恩敬畏心来敬拜你，来离弃错误，来受魔鬼欺骗的信仰，来领受灵魂的救恩，保惠下罪恩典，真理甲圣灵瓦靠，心灵真活命，永远安息。阮安尼祈祷，愿主你垂听帮助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。真感谢主，咱狄教授伫教堂中甲咱分享遮济，咱下一集要搁请伊继续来分享有关台湾民间种种的这个崇拜活动，咱大家平安，平安。